法国乐普江进前发生调查头，一个有管理的问题等等。即阵这馆长已经提告辞庭，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批准，讲这是负责任的作为。巴黎乐普江博物馆馆长戴卡赫正式提出讲要时，马克龙已经接受，讲伫咧全世界上大间的博物馆，当需要认证强势新动力来做安全甲现代化相关专案的这时阵，戴卡赫实质是承担负责的作为。戴卡赫最近受到外界批评，去年10月，乐普江价值1亿200万美金的珠宝去用偷提去，到达下落不明。戴卡赫就承认讲，无法度提早发现到乐普江已经互贼头上准，已经知影乐普江的保全弱点，也无赶紧改善，所以这个全球上受到欢迎的博物馆出现严重的安全问题。Malgré nos efforts, malgré notre travail acharné au quotidien, nous avons été mis en échec. 8 objets d'une valeur patrimoniale immense, témoins de l'histoire de notre pays, conservés dans le cœur historique du palais du Louvre, nous ont été arrachés. 另外，对12月以来，乐普江员工因为薪水低、劳动条件歹，发动真侪届罢工，真侪问题嘛，去用逼出来，讲设备旧、天棚可能随时会崩，电缆大厅漏水，造成一寡古车烂去，还有离过员工甲带旅行团的斗空卖票人骗钱。包括就审计所在内批评人士，就质疑讲，博物馆伫咧安全甲基础维护经费拢并无够，买新的艺术品煞拢是大出手，最后也敢若1/4有对外开放。搁伫咧疫情了后展开专案，投入大量金钱，早就爱检讨。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。